各位，你哋一定聽過 Shift 事件喺 Roblox 裏面，咁喺有感不斷嘅頻道裏面有講過，如果你哋唔知嘅話，可以去睇下。然之後咧，而家咧 Roblox 喺2026年1月會有個重大嘅更新，令到全球玩家都抗議嘅。咁喺2026年1月開始咧，全球 Roblox 玩家都會喺Roblox 裏面其中任何啲遊戲裏面唔可以聊天，一定要進行呢嗰個識別你幾多年齡嗰個嘢啦，即係識別你個年齡，然之後先至可以通話，仲要係有規限嘅通話，即係你係幾多歲佢就會俾你幾多歲以內嘅通話。如果你喺2026年1月嘅時候冇做佢哋嘅人臉識別年齡嘅限制嘅話，你就唔可以喺呢個平台上面任何嘅聊天同埋錄製語音咁樣都唔得。如果係9歲以下，淨係可以同13歲以下嘅用戶交流。如果你係9到12歲，你可以同16歲以下嘅用戶交流。喺13到15歲，你可以同9至17歲嘅用戶交流。如果你被判定為16至17歲，你可以同13至20歲嘅用戶交流。如果你俾人判定為18至20歲，你就無法同16歲以下嘅用戶交流。如果你喺21歲或以上判定嘅話，咁你就無法同18歲以下嘅用戶交流。咁喺2026年1月嗰度會全球都推出，就會即將實踐呢個嘅計劃，同埋可能會佢之後有可能會有所變動嘅，就係因為呢個事件令到全球玩家都覺得不滿。而家澳洲嗰邊嘅地區已經開始實踐。咁喺嗰啲國家裏面呢，嗰啲全部人都係感受到不滿嘅，仲係好多慘狀，因為有啲真係聊天唔到嘅困難。而澳洲有個 YouTuber 呢，佢就喺個聊天室嗰度，喺 Bloxburg 裏面呢隻 game 裏面喺個聊天室嗰度講 Hello, can you hear me? You can hear me jump and you can， 即係你跳起身啦，如果你聽到我講嘢。然之後嗰度係一片冇人跳起身嘅。但係佢係嗰度應該有數百個觀眾喺嗰度，而喺好多 YouTuber 裏面呢，如果未進行呢個活動之前呢，都係YouTuber 一有講嘢嘅話，好多人都會回應。譬如有感不言嘅話，佢一講 hello， 然之後其他人就會講 hi hi 咁樣，但係就唔會咩都冇咁樣咯。咁唔知大家有冇睇嗰啲世界末日片啊？咁如果你喺嗰個推出之後，你係入任何一隻 game，你一入到去就好似一個安靜到似世界末日咁樣，係鴉雀無聲咁。無論點，你喺個遊戲裏面左上角嗰個聊天嗰度會有顯示，淨係可以同你同年齡嘅人先至可以同你聊天，然之後同埋你無法同其他人聊天。咁 Roblox 裏面個最好玩嗰個位就係有得同其他玩家一齊聊天，然之後傾偈點樣去即係實踐，好似1999 in the Forest 咁樣，即係大家商量計劃咁樣。但係如果冇咗呢個咧，就會好慘咁樣咯，即係有啲商量唔到嘅問題。咁我都知道有好多玩家唔知俾咗你塊面人哋個 Roblox 裏面，佢唔知會攞你個名去做啲咩。不過佢哋話會刪除，但係我哋都唔知佢哋個情況嘅，或者會有資料外泄嗰啲問題，俾人攞咗你個賬戶嗰啲資料、嗰啲密碼嗰啲。咁喺我覺得嘅話，我覺得會影響到好多想單純正常玩嘅玩家咁樣，佢嘅進行嘅即係正常嗰啲操作。同埋 AI 成日判斷錯誤，一啲人佢嗰啲歲數，原本人哋係16歲就判斷為20歲，即係有啲原本係14歲就判定為5歲咁樣。咁我覺得 AI 呢個位係有啲做得唔好，所以同埋我覺得即係嗰啲掠奪者，你可以咁樣，即係你刪除咗嗰啲掠奪者嗰啲賬戶，唔係嘅話，咁你如果咁樣整嘅話，咁你會即係整到其他玩家玩唔到咁樣咯。但係我哋可以一齊交流。如果你想判斷得正確嘅話，你就要俾佢身份證嗰啲信息。如果你唔想俾嘅話，都冇辦法㗎啦。如果你意外俾人判斷為9歲以下嘅話，咁你就好慘，冇得玩，即係警長 VS 殺手同埋誰是殺手咁樣嗰啲 game，因為嗰啲 game 都係被判為9歲以上先至可以玩。
同埋大家都知喺13歲以下嗰啲賬戶都有好多限制嘅。同埋有一位澳洲嘅 YouTuber，佢加入咗 Mic Up 呢隻 game 係負責攞嚟即係傾偈開語音傾偈，但係佢一入咗去就係一啲聲都冇，因為嗰啲人全部都未通過嗰個識別或者嗰啲年齡嗰啲限制。譬如斷袖者呢隻 game 啦，斷袖者呢隻 game 其他人都淨係可以踎低嚟做交流同埋轉圈圈咁樣咯，即係冇得再傾偈。同埋嗰啲侵略者都好大機率可以即係避開呢啲嘅防範措施，然之後再登入去同嗰啲人即係做嗰啲壞事啦。同埋有啲人可以用嗰啲即係美化嗰啲變得更年輕咁樣去嗰個人臉識別，或者用佢嗰啲細佬妹嗰啲面或者嗰啲老人家嗰啲面嚟去到識別咁樣咯。仲有買嗰啲其他嗰啲人嘅賬戶，所以我覺得嗰個Roblox 呢個措施係冇乜用嘅，同埋佢會影響到其他玩家咯。話唔定嘅話，我哋會逐漸見到呢啲角色扮演嘅遊戲逐漸離我哋而去，因為啲遊戲全部通常都要嗰啲對話嚟到去實踐。同埋你哋覺得呢個應用程式可以保護到呢個遊戲上面嗰啲兒童，例如我咁樣咯。同埋嗰啲掠食者而家變得仲更加容易去揾到嗰啲兒童玩家，因為如果佢哋通過咗嗰個測試嘅話，佢入嗰啲 game 同嗰啲即係傾偈嘅話，見到同佢同年齡傾到㗎，咁佢就揾到嗰啲兒童玩家，咁令到嗰啲兒童玩家更加危險。咁如果有啲成年人喺度再講埋嘅話，咁佢就會覺得有啲會冇咁危險，變得咁混亂，即係會有啲兒童又會有啲長者咁樣咯。咁呢個就係今集嘅消息。如果你想繼續知道更多有關 Roblox 呢啲更新嘅消息，咁你就訂閱我呢個 channel，避免錯過我任何嘅重要資訊。咁我哋下次見，拜拜。